你被迫挑水，我们2个今天不用落水。幸灾乐祸的人，哎呦，准备好！我今超焦虑的，他在压气泡纸这样。人生就像马拉松样的，伫迄世界点，总系留祝福、希望，总到年年。人力魔法一团，一路走上脚下，为拄到嘛嘅主业，留喜怒哀乐。加油！加油！加油！快到了，再撑一下下。喺台灣，隔4分鐘就有人離開親友到南外集國土。客家電視台出境事務所講嘅係一群處理往生者嘅禮儀師，佢哋面對愛情、面對親情、面對折衝嘅故事。透過一個題材，讓觀眾由起嚟看到死亡，坦然面對生死以外，還可做得真實生命度嘅特質時光。最好啦！啊，你走幹嘛？走幹嘛？你要打死我？沒有。叫張醫生來了，叫張醫生來幫我抽屍的。去叫張醫生啊！好。一下看到嘅戲對3日戲是播出，不過有關一群準禮儀師嘅影像記錄，是喺去年就天天嘅產生了。也係台北內湖嘅3種，佢每日喺製作單位嘅安排下，戲度嘅主要演員吳康仁、郭鑫、林以賢，還有工作人員嚟到演戲度嘅禮儀公司，了解禮儀師正經嘅工作情形。現在他講的這個動作是說，在不管是屍體在外面，或者在急診室，或者在病房，他們會去載，他會開着車子，就外面那台車子，去把屍體大體載回來那邊送進來，然後我會給它蓋上往生被。所以你現在站的這個位置，有無數的大德，無數的往生者在這邊，就是這樣。愛拍出一種題材嘅戲，所有參與嘅幕前幕後嘅人員，可以面對嘅壓力有幾大啲嘛？當初我們其實最早7、8年前那時候，我們有中過一次 HD 真案的，然後但是因為當時是沒有電視台有興趣，其實這題材他們比較有機會，然後也覺得大概有其他可以選擇的啊，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題材？我想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一隻位數係符合隔離期，呢度冇去車到送到入未來嘅太體，我到24點鐘因為火發的。因為像一些傳染性疾病啊，他們可能會有嘔吐物或者什麼的，那都是就是盡量不要去碰觸到的。對，那就是說清洗之後都是會從這個配水的儲存槽的話，把它儲存在裡面。今天算是上生死學吧，而且今天講師就一直很告訴我們一點，就是我們要有感同身受的心情，你才有辦法去做禮儀師這個角色。那就是說，我們師傅在法師在招魂完畢之後，那當然你需要做冰存，需要做法存。那一般來說，我們就會放在這個冰存區裡面。對，那冰存區裡面它都是一個一個的，就開始看。6到8小時完，這裡面都是真的哦，所以我們帶進去鞠個躬。打擾了。对，我其實有震撼教育。震撼教育怎麼說？雖然沒有看到真的就是那個過程啦，只是講而已，但是光講就還蠻有 feel 的，很有畫面。然後為什麼這麼冷啊？為什麼冷氣這麼強？不是真是在起雞皮疙瘩。來，跟爸爸說可以上下落下去，他會拉着他。演員講，出境一個題材色彩特別多，本基本人面頭前的一切有一定的震撼力。其實來之前沒有想太多，那還在消化。其實因為今天
算是，我觉得很微妙，就是他是帮往生的亲戚朋友们，就是安排他的葬礼，但是站在一个企业、站在一个公司的立场，怎么样从人出发，去帮助家属度过这个生前的安抚，然后再帮他们处理安葬的事宜，还有到后续，这比我想象中更复杂一点，就是还有到后续的一些情绪的陪他们走过这一段路程。那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比较难去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通常在擦都是用温水擦嘛，那都是从头部开始擦。好紧张。擦脸哦。哎，那个你是演大体不能下。私密处怎么办？都要擦，都要擦。那刚才跳过。不好意思。哦，好，我原来是要擦的。阿妹爱，唔可以，唔会看到天上色嘛。隧道也系礼仪公司的人，也重点铺位，当然来跳歌啊。我自己把它定义成一个职场剧。好，我希望讲在这个职场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任何荒谬、感人的事情。那我也希望，其实因为我设定几个年轻的专员，他们是真的就是刚踏入可能社会没多久，然后在这个职业里面学会成长，学会面对自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陈桂义。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过生死学，就一直很想为往生的家属服务。你好，我是麦文孝。我的目标除了希望能当上礼仪师之外，更能帮助每一位往生的菩萨。我叫江乐生，你们可以叫我江神。我是罗小恩，我算是家学渊源吧，因为我爸常开玩笑说，他是最后一代黑社会跨族葬仪社的代表。对于剧本的文字意思，高程度的合法加强，一直到剩下来的礼仪公司现场实习，出境事务所拍片的金钱的安排，就是要让演员一站一站离开台词文字，天天的行业增进这个服务出境者的新程度。你讲观众朋友唔会受题材太严肃，心脏会堵唔掉，更天才爱本自己只机飞看公路。因为现场戏收音讨厌嘅拍法，我本收到点目针啊。不过开始之前，我哋会先老人讲哦，下来唔看到往生皮底部嘅东西，全就会改，请安心观赏。就是那个约翰，就是约翰布莱德他们嘛。约翰布莱德，安东尼，对。这些都是假人，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冇骗你，单子係假嘅，換做係正經嘅，萬一按好當期到呀。不過，家有一件事情唔記得先講，那就係也劇做拍片嘅位所，啲高雄工山方面嘅朋友應該就知，佢係一間正經服務出境者嘅禮儀公司。簡單講，雖然往生皮帶下係假嘅，不過變開都變定嘅，家就係正經嘅喲。當體外看到他制作那個東西像真的樣的，所以來演員那個梳化妝的提供來那個梳化妝的服裝師，還有演員的化妝師去比較的。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實景，都是正經的實景。哎呀，那個中國的演員的演員梳化妝的素材，哎呀，過來一個。還有一個素材比較特殊的素材，就是一個那種功德寺啊、助念寺啊，都種下就有。那加入的素材來拍片的冇按改，正經按照這個情況。另外還有一個輕特殊的，係體拜來了兩邊看到，有個塔，正經動態的，它的塔太高太大了。有動態啊，很高。都有兩面。
边的树林的素材，所有的给取景的全部都是实景拍摄，所以制片组算是很用心找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很感动，很感动。那个那边的调他做的很舒服的跑两部片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不敢开啦，就是说我们不太敢开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找到我们要的主景，就是我自己理想性，我当初想的时候说我这个分数其实要达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真实的场景里面拍摄。第一，它会影响家属，就是任何人进来，我们都必须要停止，就是拍戏在那个状态下，它永远是最后一个该被考量的。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到真实的场景去拍摄这个分数。当初因为我大概有2个关键点，我们决定 OK 才开拍，一个就是万安生命的协助，然后一个就是找到这个场景，就是吉原院行馆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2个定了，我们才感动。可以啊，来，都好了啊，好，预备，好，开机喽。来，努力，Action！ 来，站哦！看慢你不娴熟，下好离手，慢点，哎呦，哦，阿生呢？过了这一关，就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圆满是什么？你的节奏还快一点啊！过了这一关，你们就可以进入元福生命里的集团。你被迫挑数，我们2个今天不用落选。幸灾乐祸了。哎呦，准备好！里面是明天告别式的大题，一共3位，每人3分钟，把他们的姓名特征记下来。我在外面喊时间到了才可以出来，撑过3分钟，明天正式上班。有没有问题？麦文笑，进去。麦文浩呢批日記話唔係靠音麥文浩，你靠音戲收音拖延幾樣嘅撲出，大家新來嘅同事膽量太靠音。不過拖延心關注算係一樣嘅上嘅，實在話捱咩唔啲啊！我就今天第一天来上班，拜托我公爱他搞一些鼓励，不用特别鼓励，要吐出来吗？没有，就是只是没有，其实你一开始就喊，这一开始就喊，哦，对，一开始就喊，没有特别吐的，你是挡不住，就流出了，就一边擦一边讲。他吐优酪乳，对啊，一颗就把它流。我每次看他吐，好想吐，因为他吐的戏演太好了。我叫麦文笑，对，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天来上班，麻烦大家，给我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掌声，拜托。什么？继续查，带上去。不要，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掌声。我会尽力帮各位服务哈。谢谢。正式哦。来准备。来，准备哦。喂。站着。不要笑。OK， 来预备好 ，Action。
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次上班，来为各位服务，希望大家能多给我点掌声跟鼓励，谢谢。我会尽力的。刚刚那一场是我们开拍以来第一次真的吐出东西的，对，那个尤其它是优酪乳酸酸的，所以然后刚刚因为先喝了，然后还没有塞好要等，所以我就先吞下去了，感觉很像吞了我刚刚吐出来的东西一样，那感觉真的不是很好。我的导演很厉害，因为这其实本来剧本上的设定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可他就可以在剧本里头找到一些比较别出心裁的方法来表现，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看过麦文浩甲他拄到的事情过后，来讲本行啦，将我用变装做戏剧背景的想法，等到实际拍的时间，那个特殊的想法，就会变做一个电影奖的行为。因为变装是个本人知道电影奖有严肃的行业，故所要出戏伫制作的过程度，新同事的性格和拄到的事情，就会变做拖延突围的有利条件。看过早到档案，不过学到会写麦文浩，因为学到熬到班上时。接下来，研究老镜头，驶到高片时的现场，看到导演又会用的设计傻皮的降落绳。麻烦我们工作人员把陈董陈先生陈董哦，扶到一边休息的，扶到旁边休息。乌音玻璃啦哈，那个江神在这边。哎呀！所以这边是踩到，好，哎呀！撞到以后，哎呀。我就要爬起来。你就说我哪倒一只啊？我哪倒一只啊？啊，你是想我给你扶起来好不好？哦，我就会退步了。你可能会站起来。他是吐在你身上，还是？他是吐在Johnson脸上，对，直接吐在脸上，对，还好不是我，流个鼻血没什么，被吐在脸上那才是真的丢脸，会丢脸一辈子。献花。观众朋友啊，唔好睇唔錯。等一下，也给来高片时进前就晒酒醉的朋友，会盘到国庆的面孔。陶启祖为了表示对国庆的敬意和肯定，佢哋用全族的力量，当当为佢准备一桶马嘅派头最油的好料。这边吗？这边吗？从后面这样子上来，还是这一面？好。从裤子穿哦，就从西装后面这边可以出来吗？谁中加五狗？对，这边加无啊？不能乱做。加五哦。这样可以吗？方便。加五哦，好方便。压力出来会不会乱喷啊？我怕它往上了。对，这边要固定。最主要是这一块。玉婷，这一块比较难。这是周星驰电影，找个人抓着嘛，拍得到？拍不到吗？其实导演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添加了非常多现场即兴的状态跟演员的设定。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现场有让这个故事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没有不好，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有点超乎观众意料的一个戏剧的样子。哇哈！搞不好会这样，搞不好他手不会放，他手放他就跑了。现在我们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郭兴正在桌上一直玩气泡纸，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出动了一台非常厉害的机器，叫做呕吐喷泉机，让它均匀一点，不然怕它上来都是水。这里面装什么？装米德，然后什么海带芽、泡面啊，反正想得到都把它装进去。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故事就要开始了。
为到要为出境事务所做出实际的贡献，国希的身心灵就做好准备，去迎接一伟大的世界。郭靖超焦虑的，他在压气泡纸，还好拍戏就这样。枪啦，一直拍啊，还好。外头访问佢嘅時節，佢緊張到係見老子念到逼逼滾。不過不管佢係咪也係行啲嘅手力，現場水開始了。这只要缰绳，你要害怕就好。好，来，预备。那个小鬼，你那个要先打啊，没有先开机啊，一打就喷出来了。对，一直抓就喷出来，就辛苦了。准备，预备，好，开机喽。小李，好，小鬼。够不？係死哦，強錢啊！雖然畫面看起來動腦改，不過唱人哋鬼歌呢對頭那空點講下感覺自然當真呢。仲係我哋較好奇嘅係，其實西州嘅朋友度量應該動太好，希望一擺奶來按到好盤啊！好，謝謝。吐得非常的爽快哦，把我这3年来的该有的毒物都排掉了。原來係經過3年的累積哦，難怪做得盤到按爽快。不過國慶你一擺接觸按到，看起來咩磨個皮啊！還不錯啊，效果比較重要。還可以，還不錯。老實講啊，拍片的時間大概是收到班上戲。各位觀眾，安尼有了解嗎？出境事務所拍戲的手法，喺電視台安排下，天超變相的還較神奇。下呢些嘅節目都挨到不能講，還較多拍片的時間神奇嘅內容，唔聽就去收看哦。魏家。